下面就是讲的第12个，就是说这个丁尼宾多罗，就宾多罗巴勒，居于东胜神柱中，以千罗汉所围绕，手持金汉吉钵盂，加持上师救助师，加持佛法变心身。那么这个尊者的话呢，就是叫做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汉地这个一些公案当中也是宾陀罗尊者啊，就是宾陀罗尊者的话，宋朝的一些历史当中的话，那就是包括一些汉地的高僧这个道宣律师啊，就是很多大德呢，就是也是经常就是见过，就是这位这个尊者啊，就是这位尊者，而且这位尊者的话呢，就是现在不是汉地经常有什么这个前僧啊，就是前僧在，就是供这个1000个僧人，就到五台山呐、就是很多这个圣地的话，那现在也是有这样的传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宾多罗尊者呢，就经常是以一些这个出家人啊，一些老和尚啊，以这种这个形式来就是出现。在有些这个书里面，汉地的有些书里面呢，说是它有个特殊呢，就是它有特别长的眉毛，就还有呢，就是头发也是白的。藏地的是不是这样？这好像是比较相同，是吧？不长，你去量一下长不长？宾陀罗尊者啊，就是宾陀罗尊者。其实宾陀罗尊者是我们这个，他是应该是这个突陀信啊，就是突陀信，就是也叫做这个，他是信持这个化缘者，就是他本来是这位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顶礼宾陀罗尊者，他居住在这个东胜圣住，就是也有说这个南瞻部住的，有些说法不相同的。然后呢，他有1000就是1000个阿罗汉所围绕，这些方面应该相同的。手里这个持的金汉和钵盂，然后呢就是加持上师注释和还有这个佛法心身。那么这位尊者呢，就是在这个毗拉耶经呐，还有这个包括阿含经呐，就是这些里面就是有他的这个公案，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国氏的这个王子，就是国氏的一个王子。他从小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财富啊、权利啊都非常的这个。就怎么说啊？就是他拥有就是特别好的这个财富和福报。但后来呢，就是他觉得是现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切这个财富这些呢，就是都就是没有什么是在意义的，就是如这个梦幻泡影一样的。然后实践的众多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也是很无聊的。就是后来呢，他就通过这个修行啊，就出家修行呢，就是很快就获得了阿罗汉果位。就是他得到阿罗汉果位呢，应该是这个很就是快的，就是然后之后呢，他在不同的地方呢，就是通过这个讲经说法，就是行使这个十二突陀心啊，就是十二突陀心，以这个华严和一般的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泰国和有些地方呢，就是也有山里面的这些修行人，就是像这样来就是过这个生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怎么讲啊？就是他呢，他的有些他为什么是这个住在怎么佛陀涅槃以后呢，就是还要就是住在这个人间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他是这个实现这个神通，就是所以呢，佛陀就是没有开始就是受到惩罚，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应该是在这个也是这个佛经里面吧，就是《长阿含经》还是什么里面，就是讲的呢，就是说有一次就是应该是基孤独这个。施主的就是他的女儿吧，就是三木车还是什么，他呢，就是有一次才开始这个祈祷啊，就是向这个佛陀和他的眷属呢，就是来这个迎供，然后呢，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呢，就是说是你不会倾倒的，后来他说就是佛陀呢，就是有这个神通和神变，就是应该没有问题的。然后他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开始就是望着这个佛陀的方向呢，就是开始这个祈祷，然后佛陀也是得到他的这个祈祷之后的话呢，就是要求就是凡是有这个神通神变的这些阿罗汉呢，就是都明天就是要去哪里，就是去这个迎供。然后第二天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僧众啊，就是都包括佛陀的是到那边去这个迎供去。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宾陀罗尊者啊，就是他呢，就是刚好就是奉自己的这个法衣，就是袈裟，就是正在这个时候，然后呢。
就他都忘了，就是阿罗汉也有时候是忘事情的，更何况说我们有时候啊，就是阿罗汉的忘事的话，那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是我忘了，就是然后有些时候说你忘了的话，你怎么会忘了？你不应该忘，就是不能说是不应该忘，忘了还有什么应不应该？然后他忘了那个就是因果的事情，后来就用他的这个神通一观察呢，就已经佛陀的字已经到就是现场了，就是他们都开始准备要马上这个因果了。这个时候他很害怕，就是他老师的已经到那边了，然后学生特别害怕，就已经迟到了，然后来不及了，就是他正在缝衣服的时候，这个针呢就是插在这个地上，就是然后呢就是马上把这个袈裟就是穿上，就飞过去。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个因为针呢就是已经插在这个地上，就是这一座山呢就是跟着这个阿罗汉的后面。当然我们看起来可能这有点神话，或者是有点这个，但是呢就是确实也是历史上是这样这个写的，就是不可思议。那正在这个山上呢，就是一个比丘啊，就穿着法衣，然后一座山呢，就是后面就是用一条线，就是拉着，就是然后跟着这个飞。这个时候呢，就是中间的，就是路途当中呢，就有一个孕妇就是看到了，然后她就吓一跳，就是然后她呢，就是因为特别害怕的原因呢，就是她这个就是怀中的这个孩子呢，就是流产了，然后呢就好像她可能没有死吧，就是这样的。然后到了那边的时候呢，就是佛陀开始这个眼里的这个呵斥，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视线这个神通就是没有开启，你所以呢，就是在众生面前就是这个视线神通，就是这是你这个犯了一个大错误。第二个呢，你这次不仅是迟到了，还有你众生害了一个生命，就是你这样这个路上来的时候呢，就是孕妇这个就是吓坏了以后呢，就是胎中的这个孩子也就是这样死了，所以呢，你有很大的这个罪过，就是你以后我这个实现涅槃完了以后呢，还要继续就是住在这个世间当中，可能佛陀出现的时候就是应该是想找一个借口，就是让他比较不错。然后呢，就是要求他就是一直这个住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就是让他这个东升圣住啊，就是让他必须到这个东升圣住很远的地方去护持佛法，就是不能待在这里，就是对他有一些这个惩罚，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所以说呢，还有在这个其他的一些经当中呢，包括就是他跟一些这个什么就是游天王啊，就是游天王就是之间的一些这个公案的话呢，我看这个是怎么讲的，就是游天王呢，有一次去，好像阿罗汉在那里，什么，怎么说法是吧？嗯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公案呐、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宾陀罗尊者呢，就是在那边就是说法，然后呢这个阿罗汉呢，怎么说啊？但这个好像那个呃嗯有一个故事想不起来啊，就是反正是到时候我们再看看。就是这是我们讲的，就是这位这个尊者啊，就是这位尊者，呃，好像尊者在那边说法，就是然后说法的时候呢，别人说他讲的法就是特别好，然后这个国王呢，就是到那边去，去这个听啊，就是去听的时候呢，因为阿罗汉尊者呢，就是虽然就是看到了这个国王，就是但是他呢没有对他进行这个定力啊、引解啊，就这样的，让国王呢就是当时很不理解，就是他想。就是我这么大的这个国王，就是到那边去的时候，这个阿罗汉呢，就是不但就是不迎接我，还有呢，就是他就自己好像是很了不起的样子，那坐着的。那我再次去一趟，如果他去的话呢，那么就是如果我这次去呢，他就没有迎接我的话，那我把他杀掉，他就心里就是产生这样的一种恶念，然后呢，就是再一次去的时候呢。
他当时这个阿罗汉呢，就是心里面就是想，就是如果他去迎接的话呢，就是他是一位大圣者，就是阿罗汉。然后就是他一个大圣者呢，就是迎接国王的话，这个国王也是受不了，就是他肯定会这个失去王位的。然后如果没有去迎接的话，那就是国王这次已经下了决定，就是会这个杀死他的。然后他就看这个利和弊，就是怎么好呢？后来他想，就是国王虽然可能失去了他的王位，但是呢，如果不去迎接的话，那确实对这个阿罗汉他自己的生命有危险。后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国王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去开始这个下发作，就是向这个国王呢，他来的方向呢，就是跨这个6步，就是然后呢，就去迎接他，因为他那个去迎接的原因呢，就是国王当时的是没有杀害他，但是呢，后来以这个报应呢，甚至呢，就是去迎接他的这个报应的话呢，就是国王后来去这个森林里面打猎的时候呢，好像自己就是已经这个迷失方向，就是所有的眷属都跑掉了，然后在6个月当中呢，就外面就是漂泊流浪，就是后来呢，就是才这个回到就是自己的这个位置吧，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公案，就是所以从中看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音节啊，就是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一些音节的话呢，让这个圣者来音节这个反复的话呢，就是这个反复呢，就是很难这个接受啊，就是很难这个接受。所以尤其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有很多这个慎重啊，就是有很多慎重的这个我们原来最害怕的呢，就是说那个跟法王如意宝一起啊，就跟上师一起去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僧团在迎接的时候呢，自己特别害怕，就是那个因为这个僧众当中的话，肯定有很多的圣者，就是然后呢，我们一般的像法王那样的话，圣者用这个圣者迎接应该没有什么，但是我们也想跟着后面做的时候呢，心里就是特别不安，就是我好像以前也是讲过，就是当时我们拉荣佛学院呢，大概是88年还是88年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格鲁派的，就是印度来的一个歌系，就是然后法王特别就是赞叹这个人的这个行为，然后当时我们僧团呢，就是开始迎接，就是那个时候整个拉荣山谷是，应该说是整个旧木下面的这个一座房子都没有，就全部都是空荡荡的。然后呢，就像我看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哪里啊？从往那个我们这个往下面吧，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什么综合路那一带的话，那全是空的吧？就是当时呢，包括法王和僧众很多都是去迎接。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寺院的有一个活佛，就是他对因果特别取舍，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些这个善恶取舍的是特别注意。然后呢，他自己的是本来是跟那个歌系呢，就是一起陪着他，就是到这个佛学院来的，他来带路，就是过来的。然后他一看到是学员和法王，就排队那迎接的时候呢，他就然后悄悄的往后面跑，就是从山那边就是过来了。所以这是我想这个后来我们问就是你为什么是刚才就是听说是他在那边，但是就一直找不到，后来在那边我们问就是为什么是你到那边去？哇，今天这么多的僧头，我们哪有这个福报啊？就是如果这个树这么多僧者的一个音节的话，到时候我们就可能很难这个的。所以说呢，就我们原来也是经常出去的时候，就最麻烦的呢，就是害怕就是有这个特别多的僧团呐，迎接。不过现在很多居士呢，就是还是很欢喜，就是我听说是有些大施主的话呢，就是对寺院呢，就是贡献比较大的话，所有的这个出家人呢，就是开始排队，就是迎接这些在家人，然后在家人也是自己觉得是很不错的，就是在脖子上有很多的哈达，就是然后像那个这样的，并不是很如法，就是说实在，就是作为在家人就是配福报，就是做功德呢，就是应该很好的。但是呢，在出家的僧团当中呢，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自己还是要对这个出家僧众是有一种这个恭敬心，就是在平时的这些行为的话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至少也是出家人的话呢，就是他带的一些怎么说啊，就是他的这个法衣。但是有些出家人呢，因为自己穿着这个法衣呢，也不能就是特别过分，就是命令这个句式那个句式。就是现在有个别的一些
些句式呢，也是对个别的这个出家人呢，也是就是有些厌烦性，或者是有点害怕，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比如说认识了一个的话，那就是下一次非要就是住在他家里不走啊，就是然后也要就是借住宿啊，就是我都认识的有个别人的话，有点害怕，就是当然是也许是他们个人之间的一些就是细小的关系，人与人不管出家人在家人都有这样的，但是也许的话呢，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就是也应该有个三巧方面，就是要护这个在家人的这个信，就是应该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这个很多方面的这个行为会不会呢，就是对这个他们的这个各方面就是带来这个麻烦呢，就是也要看的。然后作为这个在家人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出家的这个僧团呢，就是该恭敬的时候该恭敬，但是有时候的话呢，就是也是应该呢，就是在这个任何的这个场合当中呢，就是也要就是要这个分清一些这个那个场合。所以我想呢，就是在这里，当时呢，就是这个尊者啊，就是因为他的是生者的原因，当然生者跟凡夫之间呢差别都比较大，就是说呢，这个如果明明知道的话，国王也是没有这个权利，就是迎接，就是让生者来迎接的话呢，就是也是就是当时好像国王的什么这个他本来身上有光，就是光也失去了，然后大地也裂开，就是差点不是就是旱下去了，然后后来呢，就是生者的是已经救活他了，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应该是先是先报啊，就比较多的，就是这方面也要就是注意。